学习第3章念修金刚萨埵，真实念修金刚萨埵从这个部分今天呢继续要学习，然后我们在听课之前呢就要从内心要发出为一切众生的菩提心。我们要知道，在轮回中的所有的众生一直不断的在轮回，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会想到自己能够获得快乐圆满幸福，但我们每一个众生的真正的生理所需要的这个需求跟想法上，在实际上的在行动也实际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不会带来幸福感永久的快乐的方式，都是会造业，一直不断的就以为我自己而所做的一切时间的一切东西一切事情来说的话，那也是会带来都是造业的，然后就是要痛苦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每一个众生都当然都心里所想的跟实际所做的这两个都是相反的，在心里想要得到幸福，但是实际的行为都是造业的，所以就是完全就是不符合心里所想的跟实际做的都是背道而驰。那么这样的众生来说的话，就是多么的可怜，也多么的辛苦。那这些众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当然都是我们的父母亲，所以我们就是为了所有的这些一切母亲，就像观音菩萨一样的发愿，那么度化所有一切众生，我们就是愿一切众生我们学习佛法。那我们只知道一切众生可怜也没有用，因为我们要知道一切众生都没有办法遇到这么殊胜的佛法，能够可以学习，这一生当中能够可以消除业障。尤其是我们就要知道，就是在大乘佛教密宗大圆满法的，就像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修持金刚萨埵的这个法门一样如此殊胜圆满的法门。那么只有我们有得到了，那就是一切众生虽然是我们的父母亲，虽然他们都是在一直痛苦，而且一直也是会在轮回，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办法自己能够可以救自己。只有遇到殊胜的佛法，就是一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一个这样的众生，才是能够可以有脱离众生六道轮回的一个唯一能够可以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利利他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们这一生当中也是同样的，就是遇到了这么殊胜的佛法，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得要为所有一切众生发心，然后自己也是要努力精进努力的修持，这不顾一切的，在人生的最主要的时间都是放在这个修行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修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要修持的主要的目的跟原因，也是我们要知道为一切众生要发菩提心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要继续这个听课，然后第三真实修持金刚萨埵的部分。我们前面呢就是有讲的都是我们修持金刚萨埵法，就是要用如何去修持。我们按照就是4种对治理来修持金刚萨埵的法的情况下，那么会得到什么样子的利益？我们消除业障呢，就是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利益跟功德。这个方面呢，就是有简单的，就是在我们前3个礼拜的话就有讲过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真实的要修持金刚萨埵的法。这个方面呢，就现在呢就是观修方面的如此明观四对治力后世，我们就是要明观四对治力。对治力的方法，这些都是前面已经讲过的那我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应该也是有在学习，而且应该也是有在使用。
多年你不找那帮月景，一个南就完了这个呀，资本做人这康着啊。